搁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才是清明，因为疫情影响，一寡来到台湾本岛做事的澎湖人已经先返去备忘地纸。为了避免病毒烧坏，马经市市公所毋但针对着灵骨塔内外拢爱消毒，嘛要求出来的民众一定要挂喙安防体温。县政府嘛宣布停办今年一年一届收过澎湖湾的活动。 澎湖县政府伫进前宣布讲要来延后举办烟火节，刷落去像这款一年一摆收水收过澎湖湾，伫咧港湾口人安尼遮尔十钱的画面，今年恐惊已经看袂到啊！减少大型人集做伙的活动，来避免增加防疫的压力，包含有这个5日制爬龙船的竞赛，这个活动拢甲停起来。也若过来清明扫墓，搁得要到啊。虽然讲离即摆还阁有一个月，不过受到疫情的影响，有袂少住伫台湾本岛的澎湖人，已经开始返去澎湖咧陪墓啊。安尼嘛，互县政府时刷叮当起来，先来做立骨塔的消毒作业。公所也有做好几项的一个防疫措施。 有实施几点的规定，到时候也想请乡亲们大家来做配合。县府会使讲是病正严，要甲防疫做到点点，阁袂涉芳。除了公所，当然拢着爱挂喙罨来上班。伫咧人聚集做伙的所在，嘛要来甲改做单向的出入口。民众要入去的，着爱先挂喙罨、量体温，有目睭的嘛，拢爱先经过消毒。安尼做，就是要来确保大家的健康。记者综合报道。